大家好，我係來彭 Brian。今日係2026年嘅2月18號星期三。咁今日係年初二啦，我跟新華旅行社咧翻去大陸長隆玩幾日。咁啱啱食咗個自助嘅晚餐，去到酒店冇嘢做，最好做咩呢？就係讀下呢本聖經啦。咁我係一個基督徒，咁我好中意讀聖經嘅喎，因為讀完聖經咧，俾到我內心有平安同喜樂，俾到我智慧勇氣咧去面對生活上面各種嘅困難同挑戰。咁我今日想讀俾大家知咧，就係啟示錄嚇。咁我用嘅係環球聖經譯本，希望幫到自己又幫到大家。多謝。啟示錄第一章，耶穌基督的啟示，這是神賜給他的，叫他把那些必定快要發生的事指示給他的眾奴僕。他就差遣天使向他的奴僕約翰指出那些事。有關神之道和耶穌基督的見證，凡約翰看見的，他都作了見證。那宣讀這些先知話語的人，以及那些聽見並遵守其中記載的人都有福了，因為時候已近。問候七個教會，我是約翰，我如今寫信給亞西亞的七個教會，願恩典平安從恆在昔在即將要來的神，從他寶座上，從他寶座前的七靈，以及從耶穌基督臨到你們。耶穌基督是忠信的見證人，從死中復活的長子，地上眾王的元首。他愛我們，用自己的血解救我們脱離罪惡，又使我們成為一個王國，做他父神的祭司。榮耀權能都屬於他，直到永永遠遠。阿門。看啊，他在雲中來臨，每隻眼睛都會看見他，那些曾經刺他的人也會看見他，地上萬族都會因他而痛哭。必將如此。阿門。主神恆在昔在即將要來的全能主宰說：我是阿爾法，也是歐米迦，人子的異象。我約翰是你們的弟兄，在耶穌裏跟你們患難與共，同享王國，一起堅忍，為神的道和耶穌的見證。到了那叫做拔摩的海島上，在主日，我在聖靈裏聽見身後有響亮的聲音，像是號角的響聲，說：你所看見的要寫在書卷上，送去給以弗所、士每拿、別迦摩、推雅推拉、撒狄、非拉鐵非、老底嘉這七個教會。我轉身去看是誰發聲跟我說話，一轉身就看見七個金燈台，燈台中間有一位好像人子的，身穿垂到腳的長袍，胸間出着金帶，頭髮皆白如白羊毛，如雪，眼睛如同火焰，雙腳好像爐火自烈的精銅，聲音猶如滔滔大水的軍鳴。他右手拿着七星，口中伸出兩刃的利劍，面容如同高照的烈日。我看見他就仆倒在他腳前，像死了一樣。他用手按着我說：不要害怕，我是首先的，也是末後的，又是那位永活的。我曾經死過，但是看啊，我現在是活到永永遠遠的，並且拿着死亡和陰間的鑰匙。所以你要把所看見的，把現在的和之後快要發生的都寫下來。你看見我右手上的七星，以及那七個金燈台，他們的奧秘是這樣的：七星是七個教會的使者，七燈台則是七個教會。第二章，給以弗所教會的訊息。給以弗所教會的使者要寫，那位右手握着七星，在七個金燈台中間行走的說：在七個金燈台中間行走的這樣說，我知道你所做的事，就是你的辛勞堅忍。我知道你不能容忍壞人，你曾考驗那些自稱使徒卻並非使徒的人，查出他們是假的。我還知道你堅忍不拔，曾為我的名含辛茹苦，
並不困倦，但是我有時要指責你，那就是你已經丟棄了起初的愛，所以你要回想你是在哪裏跌倒的，並要悔改，去做你起初所做的事。除非你悔改，否則我就要到你這裏來，把你的燈台從原處移走。不過也有這可取的之處，就是你恨惡尼哥拉黨所做的事，這也是我所恨惡的。有耳朵的就要聽聖靈向眾教會說的話。得勝的人，我要把神樂園裏生命樹的果子賜給他吃。給士每拿教會的信息，給士每拿教會的使者要寫，那位首先和末後的，曾經死去又活過來的，這樣說：我知道你的患難和貧窮，其實你是富足的。我也知道你被那些人毀謗，他們自稱猶太人，其實不是，而是撒但的會眾。不要害怕你即將要受的苦，要知道魔鬼很快就要把你們當中一些人掉進監獄，叫你們經受考驗。你們將有10天的患難，你要至死忠心，你要忠心至死，我就會賜給你生命的冠冕。有耳朵的就要聽聖靈向眾教會說的話。得勝的人絕不會被第二次的死亡所害。給別迦摩教會的信息，給別迦摩教會的使者要寫，那位有2刃利劍的這樣說：我知道你居住在什麼地方，就是撒但寶座所在之處。然而你一直堅守着我的名，在你們那裏，就是撒但居住的地方。我忠心的見證人安提帕遭殺害，即使在那些日子，你還是對我忠心，沒有背棄我。但是我有少許事要指責你，就是你那裏有人堅持巴蘭的教導。這巴蘭曾經教唆巴勒在以色列人面前設置陷阱，使他們吃祭過偶像的食物，並且行淫亂的事。同樣你那裏也有些人堅持尼哥拉黨的教導，所以你要悔改，否則我很快就會到你這裏來，用我口中的劍向他們開戰。有耳朵的就要聽聖靈向眾教會說的話。得勝的人，我要把那隱藏的嗎哪賜給他，並且賜他一塊白石，石上寫着一個新的名字，這名字除了那領受的人以外，沒有人能知道。給推雅推拉教會的信息，給推雅推拉教會的使者要寫，神的使者，那位擁有如同火焰的眼睛，雙腳好像青銅，這樣說：我知道你所做的，你的愛忠心服侍堅忍。我也知道你最後所做的比最初所做的還要多。但是我有事要指責你，那就是你放任不管那個婦人耶洗迫。他自稱女先知，教唆和欺騙我的眾奴僕，使他們行淫亂的事，並且吃祭過偶像的食物。我已經給他時間悔改，他卻不肯悔改，離棄自己的淫行。看啊，我要把他掉在病床上，也要把那些與他通姦的人掉在大患難中。除非他們悔改，離棄他的行為，我還要用瘟疫擊殺他的兒女。所有教會都會知道，我就是察驗人肺腑心腸的那一位。我將按你們每個人的行為施行賞罰。但是我告訴你們，其餘在推雅推拉的人，就是不接受那教導、不懂得所謂撒但深奧道理的人，我不把別的重擔放在你們身上，只是你們要堅守你們所擁有的，直到我來。得勝的人，就是把我的工作持守到底的。我會賜給他權柄，主宰列國。他將用鐵杖擊毀他們，如同打碎陶器，就像我從父領受了權柄一樣。我還要把晨星賜給他。有耳朵的就要聽聖靈向眾教會說的話。第3章，給撒狄教會的信息，給撒狄教會的使者要寫，那位有神的7靈和7星的這樣說：我知道你所做的，
你徒有活着之名，其實你是死的。你要警醒堅定那些剩下的快要死去的，因為你所做的，我找不到什麼在我神面前算是完全的。所以你要回想你所領受實聽見的，要遵守並要悔改。如果你不警醒，我就會像賊那樣來到。我什麼時候到你這裏來，你絕不會知道。然而你在撒狄還有少數人沒有沾污自己的衣服，他們將自己白衣與我同行，因為他們配得上得勝的人。將這些身穿白衣，我也絕不會從生命冊上抹去他的名。我還要在我父面前以及父的眾天使面前承認他的名。有耳朵的就要聽聖靈向眾教會說的話。給非拉鐵非教會的信息，給非拉鐵非教會的使者，要寫那位聖潔真實拿着大衛的鑰匙，開了門就沒有人能關，關了門就沒有人能開。這樣說，我知道你所做的事。看哪，我已經在你面前給你一個敞開的門，是沒有人能關的。我知道你只有一點點力量，卻遵守了我的道，沒有背棄我的名。那些屬於撒但會眾的人自稱為猶太人，其實不是，而是說謊的人。我快要使他們來到你腳前下拜，他們就知道我已經愛你了，因為你遵守了我的吩咐，堅忍到底。我也將守護你，不讓你受那試煉的時刻所害。這時刻快要臨到普天下，試煉住在地上的人，我快來了。你要堅守你所擁有的，免得有人拿走你的冠冕。得勝的人，我要使他在我神的聖所裏作支柱，絕不會再出到聖所外面。在他身上，我要寫上我神的名和我神之名，我神之城的名。這城就是由神那裏從天而降的新耶路撒冷。我還要寫上我的生命。有耳朵的就要聽聖靈向眾教會說的話。給老底嘉教會的信息，給老底嘉教會的使者，要寫那位阿門，忠信真實的見證人，神所造萬物的根源。這樣說，我知道你所做的事，你既不冷也不熱，我恨不得你或冷或熱。這樣，既然你是溫吞水，不熱也不冷，我很快就要把你從我口中嘔吐出去。你說我是富足的，已經發了財，毫無缺乏，你卻不知道自己困苦、可憐、貧窮、盲眼、赤身。我勸你向我買火煉的金子，使你富足；買白衣穿上，免得你赤身暴露羞處；買眼藥抹去你的眼睛，使你可以看見。凡是我所愛的，我都懲戒管教。所以你要熱心並要悔改。聽吧，我站在門外敲門，如果有人聽見我的聲音就開門，我就會進入他的家，我與他與我一同進餐。得勝的人，我要使他與我同坐在我的寶座，我就像我已得勝，與我父同坐在他的寶座一樣。有耳朵的就要聽聖靈向眾教會說的話。第4章，天上的敬拜。之後我觀看見天上有一個敞開的門，我最初聽見那號角般的聲音跟我說：你上這裏來，我就把以後必將發生的事指示給你。我立刻就在聖靈裏看見天上安放着一個寶座，有一位坐在寶座上，坐着的那一位，看起來好像鐵石英和紅玉髓，又有一道彩虹圍繞着寶座，看起來好像翡翠。圍繞着那寶座的還有24個寶座，上面坐着24位長老，身穿白衣，頭戴黃金冠冕，有閃電、響聲、雷鳴從神的寶座發出，又有7把火炬在寶座前點着，就是神的7靈。寶座前面如同玻璃海，好像水晶。寶座中和寶座間和寶座周圍有4個活物，
它們全身前後都佈滿了眼睛。第一個活物像獅子，第二個活物像牛，第三個活物面像人的臉，第四個活物像飛鷹。這四個活物各有6個翅膀，全身各處都佈滿了眼睛。它們晝夜不停地說：聖哉，聖哉，聖哉！主神全能主宰，昔在行在，即將要到，即將要來。每逢四個活物，把榮耀尊貴感謝獻給坐在寶座上活到永永遠遠的那一位。24位長老就俯伏在寶座的那一位面前，敬拜活到永永遠遠的那一位，並且摘下自己的冠冕，放在寶座前說：我們的主，我們的神，你配取得榮耀、尊貴、權能，因為你是創造萬有，萬有存在受造皆因你的旨意。第5章，得勝的羔羊配打開書卷，然後我看見坐在寶座上的那一位的右手中有一書卷，書卷兩面都寫了字，用7個封印封住。我又看見一個力量強大的天使高聲宣布：誰配打開這書卷，拆開那些封印呢？可是天上、地上、地底下都沒有人能夠打開這書卷閱讀。於是我放聲大哭，因為找不到任何人配打開這書閱讀。長老中有一位就對我說：不要哭，要知道猶大支派的獅子大衛的根牙已經得勝，因此他能夠打開這書卷，拆開7個封印。我又看見在寶座和4個活物與長老之間有羔羊站着，就是被殺的羔羊，有7角7眼，7眼就是神的7靈，奉差遣到全地去。羔羊上前來，從坐寶座上的那一位右手中取得了書卷，他取了書卷。4個活物和24位長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，各拿着琴和盛滿了香的金碗，這香就是眾聖徒的祈禱，唱着新歌說：你配取得書卷，拆開它的封印，因為你曾被殺，用你的血從所有的部落、語言、群體、人民、國家買贖了人來歸於神，使他們成為我們神的王國和祭司，他們將會在地上為王。我又觀看，還聽見許多天使的聲音，他們在寶座、活物和長老四周，數目有千千萬萬，他們高聲說：被殺的羔羊取得權能、富足、智慧、力量、尊貴、榮耀、頌讚。我又聽見天上、地上、地底下和海裏一切受造之物，以及其中的萬有都說：頌讚、尊貴、榮耀、權力，都屬於坐在寶座的那一位和羔羊，直到永永遠遠。4個活物不斷地說：阿門。長老們也俯伏敬拜。第6章，羔羊拆開封印。我又觀看羔羊一拆開7個封印中的第一個，我就聽見4個活物當中有一個發出雷鳴般的聲音說：來！我就觀看見一匹白馬，騎士拿着弓，有冠冕賜給他，他出去為要征服四方。羔羊一拆開第2個封印，我就聽見第2個活物說：來！就有另一匹馬出來，是鮮紅色的。騎士得了能力，從地上奪去和平，使人互相殘殺，又有一把大刀賜給他。羔羊一拆開第3個封印，我就聽見第3個活物說：來！我就觀看見一匹黑馬，騎士一隻手拿着天平。我聽見在4個活物中間，好像有聲音說：一升小麥1個銀幣，3升大麥1個銀幣，不可損害橄欖油和葡萄酒。羔羊一拆開第4個封印，我就聽見第4個活物的聲音說：來！我就觀看見一匹蒼白的馬，騎士名叫死亡，陰間也隨着他。他們得了權柄，要用刀劍、饑荒、瘟疫和地上的野獸，殺害地上1/4的人。羔羊一拆開第5個封印，我就看見祭壇底下的亡靈，他們被殺是因為神的道，
也是因為自己所持守的見證。他們高聲喊道：聖潔真實的主宰啊，還要多久，你才審判住在地上的人，為我們所流的血伸冤呢？於是他們每個都獲賜一件白袍，被吩咐多歇息一會兒，直到他們同做奴僕的數滿為止。那些人就是他們的兄弟，將要像他們一樣被殺。我又觀看羔羊一拆開第六個封印，就發生了強烈的地震，太陽變黑如蒼毛布，月亮整個變紅如血，天上星辰墜落地上，好像無花果樹被強風搖撼，落下未熟的果子。天空被拿開，好像書卷捲起，一切山嶺和海島都從原處移走，地上眾王文臣武將富豪力士，以及所有奴隸和自由人，都躲藏在山洞和山嶺的鹽山間，向山嶺和鹽山說：倒在我們身上吧，把我們藏起來，躲避坐在寶座上的那一位的面和羔羊的震怒，因為他們震怒的大日子來到了，誰還能站立得住呢？第7章144000人受印之後，我看見4位天使站在地的4角，抓住地上的4風，不讓風吹襲大地、海洋或任何樹木。然後我看見另一位天使從日出之處上來，拿着永活神的印，向那4位得了權柄要傷害大地和海洋的天使高聲喊道：不要傷害大地、海洋和樹木，要等到我們先在神眾奴僕的額頭上蓋印。我聽見受印的人數是144000，屬於以色列子孫每一個支派。猶大支派受印的12000，流便支派12000，迦得支派12000，亞設支派12000，拿弗他利支派12000，瑪拿西支派12000，西面支派12000，利未支派12000，以薩迦支派12000，西布倫支派12000，約瑟支派12000，便雅憫支派12000。萬民齊來敬拜之後，我觀看見不可勝數的一大群人，他們來自所有的國家、部落、人民、語言群體，都站在寶座和羔羊面前，身穿白袍，手裏拿着棕棗樹枝，高聲喊道：救恩屬於我們坐在寶座上的神，也屬於羔羊。所有的天使都站在寶座、長老和4個活物周圍，又在寶座前臉伏於地上敬拜，說：阿門！頌讚、榮耀、智慧、感謝、尊貴、權能、力量都屬於我們的神，直到永永遠遠。阿門。其中一位長老問我：這些身穿白袍的人是誰？他們來自何哪裏？我對他說：我主啊，你是知道的。他就對我說：這些是從大患難中出來的人，他們用羔羊的血把自己的衣袍洗得潔白，因此他們就得以在神的寶座前日夜在他的聖所裏侍奉他。坐在寶座上的那一位會展開聖幕，覆庇他們，他們將不再飢餓，也不再乾渴，炎炎烈日也絕不會傷到他們，因為在寶座中央的羔羊將牧養他們，帶領他們到生命水之泉，神也將抹去他們一切的眼淚。第8章拆開第7個封印，羔羊拆開第7個封印，天上變得寂靜無聲，約有半個小時。我看見那7位站在神面前的天使，有7支號角賜給他們。另有一位天使前來，拿着金香爐站在祭壇前，有許多香賜給他，好與所有聖徒的祈禱一起獻在寶座前的金壇上。那香的煙和眾聖徒的祈禱就從天使手裏一起升到神面前。天使又拿香爐去裝滿祭壇上的炭火，
把炭火掉到大地上，於是就有雷鳴、響聲、閃電、地震，吹響號角。拿着7支號角的7位天使準備好要吹響號角。第一位天使吹響號角，就有冰雹和火夾雜着血被丟在大地上，於是大地的1/3被燒掉，樹木的1/3被燒掉，所有的青草也被燒掉了。第二位天使吹響號角，就有東西好像烈火燃燒着的大地被丟進海裡，於是海的1/3變成血，海裡的生物死了1/3，船隻也毀滅了1/3。第三位天使吹響號角，就有一顆好像火炬一樣燃燒着的大星從天上墜落，落在1/3的江河上，又落在眾水源上。這星名叫苦膏，1/3的水就變得好像苦膏一樣。有許多人因這些變苦的水而死。第四位天使吹響號角，太陽的1/3、月亮的1/3、星辰的1/3都被擊打，以致日月星辰的1/3都變黑了。然而都變黑了。日間1/3時候沒有光，夜間也是這樣。我觀看就聽見一隻在高空中央飛翔的鷹大聲說：住在地上的人有禍了，有禍了，有禍了！因為還有3位天使快要吹響其餘的號角。第9章。第5位天使吹響號角，我就看見一顆星從天上墜落到地上的星，有無底深淵洞穴的鑰匙賜給他。他打開了無底深淵的洞穴，就有煙從洞裡往上冒出，好像大火爐的煙。太陽和天空因為這洞穴的煙就都變黑了。又有蝗蟲從煙裡飛出來到地上，他們得了權能，好像地上的蠍子那樣具有權能。並且又話吩咐他們不可傷害地上的草、任何綠色植物或任何樹木，只可傷害那些額上沒有神印記的人。蝗蟲受命不准殺害他們，只是叫他們受痛苦5個月。他們的痛苦就像人被蠍子刺傷的痛苦一樣。在那些日子，人求死而不得，渴望死去，死卻逃避他們。蝗蟲的模樣就像裝備好像上陣的戰馬，頭上戴着的好像金冠冕，臉像人臉，又長着頭髮像女人的頭髮，牙齒像獅子的牙齒，有護胸甲像鐵甲，翅膀發出的聲響好像許多車馬奔馳上陣的響聲。蝗蟲又像蠍子一樣有尾巴，長着毒刺，可以傷害人5個月。權能就在於這些尾巴。有無底深淵的使者為王，統治他們。他的名字用希伯來話叫阿巴頓，用希臘話叫阿波倫。第一個災禍過去了，以後還有2個災禍要來。第7位天使吹響號角，我就聽見有一個聲音說：從神面前金壇的4角傳來，對拿着號角的第6位天使說：釋放那4個綁在幼發拉底河大使的使者。那4個使者是為了此年此月此日此時而準備的，他們就被釋放，要去殺害人類的1/3。騎兵全軍人數有2億。我聽見了他們的數目。我在異象裡看見的馬和騎兵是這樣的，他們穿着火紅、紫藍和硫黃色的護胸甲，馬頭像獅子頭，有火焰和硫磺從馬口噴出。人類的1/3被馬口噴出的火焰和硫磺這3種災害所殺。馬的權能在於他們的口和尾巴，因為他們的尾巴像蛇一樣長着頭，用來傷人。剩下的人沒有被這些災害所殺，卻不悔改，不摒棄自己手所做的偶像，
而仍然去敬拜鬼魔和那些不能看、不能聽、不能走動的金銀銅石木的偶像，也不為自己的兇殘、邪術、淫行和偷盜悔改。第10章天使與小書卷。然後我看見另一位力量強大的天使從天而過，他身披雲彩，頭上有彩虹，臉面像太陽，雙腳像火柱，手裏拿着展開的小書卷。他把右手搭在海上，把左手搭在地上，高聲呼喊，如同獅吼。他一呼喊，就有7雷發聲說話。7雷剛說話，我正要寫下來，就聽見聲音從天上傳來說：你要封住7雷所說的話，不可寫下來。那位天使就是我站在海上和地上的，向天舉起右手，指着活到永永遠遠的那一位，就是創造天和天上萬物、地和地上萬物、海和海裏萬物的那一位，起誓說：再沒有時間了。在第7位天使發聲的那些日子，當他要吹響號角的時候，神的奧秘就必然實現，就像神向他自己的奴僕眾先知宣告的那樣。我先前聽見的那個從天上傳來的聲音又跟我說：去，把站在海上和地上的天使手裏展開的書卷拿過來。我就走到天使那裏，請他把小書卷給我。他對我說：拿去，把它吃掉。他要使你的肚子覺得苦膩，但是在你口裏卻甘甜如蜜。我就從天使手裏拿了小書卷，把它吃掉，在我口裏果然甘甜如蜜，但是一吃下，肚子就覺得苦膩。他們又對我說：你必須再衝着許多人民、國家、語言群體和君王為神傳話。第11章兩位見證人。有一根好像鋼子的蘆葦賜給我，並且又話說：起來量一量神的聖所以及祭壇，數一數在那裏敬拜的人。但是聖所外面的院子除外，不要量，因為已經給了外族人，他們將踐踏聖城42個月。我要賜權柄給我的兩位見證人，他們將穿着粗毛衣服，做先知為神傳話1260天。這兩位就是站在大地之主前面的那棵橄欖樹和2個燈台。誰想要傷害他們，就有火從他們口中噴出來，吞滅他們的仇敵。假如誰想要傷害他們，就必定這樣被殺。在他們做先知為神傳話的那些日子，他們有權柄叫天閉塞不下雨，又有權柄掌管眾水，變水為血，並且可以隨時隨意用各種災害擊打大地。到他們作完見證的時候，從那無底深淵上來的怪獸就會向他們開戰，並且戰勝他們，把他們殺死，暴屍在那座大城的廣場上。這城按靈意叫所多瑪埃及，也就是他們的主被釘上十字架的地方。有3天半的時間，各人民、部落、語言群體、國家都有人觀看他們的屍首。屍首不得安葬在墳墓裏。住在地上的人都因為他們而歡喜快樂，還會彼此送禮，因為這兩位先知曾經使住在地上的人受苦。3天半過後，從神那裏來的生命氣息進入他們裡面，他們就站起來。極大的恐懼臨到看見的人，然後他們聽見響亮的聲音從天上傳來，對他們說：上到這裡來。他們就在雲中升到天上，他們的仇敵也看見了。就在那時發生了大地震，那座城倒塌了1/10，死於地震的有7000人，剩下的人都害怕起來，就把榮耀歸給天上的神。第2個災禍過去了，第3個災禍很快就到。第7位天使吹響號角。
天上就有響亮的聲音說：世上的王國已經成為我們的主和他所立的基督的王國，他將為王直到永永遠遠。在神面前坐在他們寶座上的那24位長老就臉伏在地敬拜神說：主神主全能主宰行在昔在的那一位啊，我們感謝你，因為你已執掌大權，開始為王了，你卻發怒了，你的震怒也臨到了。時候要到，死人要受審判，你的奴僕眾先知聖徒和敬畏你名的人，無論卑微尊貴，你都會給他們報酬。你也會消滅那些敗壞大地的人。於是神在天上的聖所打開了，他的約櫃就在聖所裏顯現出來，並有閃電、響聲、雷鳴、地震和大冰雹。第12章，婦人與摩蛇。天上顯現了一個大異兆，一個婦人身披太陽，腳踏月亮，頭戴12顆星為冠冕。她懷了孕，因臨產的陣痛和分娩的痛苦而在喊叫。然後天上顯現了另一個異兆，看那一條魔蛇，巨大鮮紅，長着7頭10角，七頭戴着7頂皇冠，尾巴捲走天上1/3的星辰，丟在大地上。魔蛇站在那快要分娩的婦人面前，等她一分娩，就要吞吃她的孩子。她生下一個男孩，就是將來要用鐵杖擊毀列國的。是他的孩子突然被提到神和寶座那裏去了。婦人逃到荒野，那裏有神為他預備的地方，好讓他在那裏受供養1260天。天上發生了戰爭，米迦勒和他的眾天使起來向魔蛇開戰，開蛇和他的眾天使就起來反擊，他們卻不敵，就在天上就再沒有他們容身之處。大魔蛇被丟下去，他就是那條古蛇，叫做魔鬼撒旦，是欺騙普天下的。他被丟到大地上，他的眾天使也跟他一起被掉了下去。我又看見天上有響亮的聲音說：我們神的救恩、權能、王國和他所膏立的基督的權柄，現在都已經來到了。因為我們弟兄的控告者，那晝夜在我們神面前控告他們的，已經被丟下去了。弟兄戰勝他，是因為羔羊的血，也是因為自己所見證的道。他們至死也不顧惜自己的性命，因此天和住在其中的，你們要歡樂；但是地和海你們有禍了，因為魔鬼已下到你們那裏去。他滿腔怒火，知道自己時日無多。魔蛇見自己被丟到大地上，被追逼那個生下男孩的婦人，但是婦人獲賜大鷹的一雙翅膀，讓他可以飛到曠野，到自己的地方去，在那裏受供養1年、2年、半年，避開那條蛇。於是蛇從口中吐出江河般的洪水，向着婦人背後噴去，要把它沖走。但是大地幫助婦人，將口吞掉魔蛇口中吐出的河水。魔蛇因這婦人的緣故而發怒，就轉移向他其餘的兒女開戰。他們就是遵守神命令又持守耶穌見證的人。於是魔蛇站在海邊的沙上。第13章，兩隻怪獸。然後我看見一隻怪獸從海裏上來，長着7角10頭，10角上戴着10項皇冠，7頭上有切族的名號。我所看見的怪獸樣子好像豹，腳像熊的腳，好像獅子的口。魔蛇把自己的能力、皇位、大權都給了他。怪獸的7頭中有一個像是被殺致死的頭，但是怪獸所受的致命傷卻醫好了，全地的人都很驚訝。
就跟隨了怪獸，並且敬拜魔蛇，因為魔蛇把權柄給了怪獸。他們又敬拜怪獸，說：誰比得上這怪獸？誰能與他戰鬥？怪獸得了一張說狂妄褻瀆話的嘴巴，又得了權柄任意行事42個月，就開口褻瀆神，褻瀆他的名和他的聖幕。就是那些居住在天上的怪獸得了能力向聖徒開戰，並且戰勝他們，又得了權柄主宰所有的部落、人民、語言、群體、國家，住在地上的人。凡是自創世以來名字沒有記在被殺羔羊的生命冊上的人，都會敬拜他。誰有耳朵就要聽。人如果注定要被俘虜，就會被俘虜；人如果注定要被刀殺，就會被刀殺。既然這樣，聖徒就要堅忍和忠心。然後看見另一隻怪獸從地裏上來，他有兩隻角，像羔羊的角，說話卻像魔蛇。他代表第一隻怪獸，行使他一切權柄，又使大地，也就是住在地上的人，都敬拜那致命傷被醫好了的第一隻怪獸。他又行種種大神蹟，甚至在人面前叫火從天上降到地上。他既然得了能力代表那隻怪獸行神蹟，就藉此欺騙住在地上的人，吩咐他們給那隻受了刀傷卻活過來的怪獸做個雕像。他又得了能力把氣息給獸像，甚至使獸像能夠說話，並且使所有不敬拜獸像的人都被處死。又要所有的人，無論卑微或尊貴、富有或貧窮、自由人或奴僕，都在右手或額頭上受一個記號，就是怪獸的名字或獸名的數字。這樣，除了有這記號的，誰也不能做買賣。既然這樣，就要有智慧、有悟性的人，要計算怪獸的數字，因為這是人的數字，它的數字是666。第14章144000人的新歌。我又看見羔羊站在錫安上，跟他在一起的還有144000人，他們的額頭上都寫着他的名和他的名和他父的名。我聽見有聲音從天上傳來，又如滔滔大水的轟鳴，又如隆隆的響雷。我所聽見的聲音又像琴樂隊大合奏，他們在寶座前、4個活物和長老們面前唱新歌。除了從地上買贖來的那144000人以外，沒有人能唱這首歌。這些人都是童身，沒有跟婦女一起而沾污自己。無論羔羊到哪裏去，這些人都跟隨他。這些人是從世人當中買贖來的，作為第一批獻給神和羔羊的禮物。在他們口裏找不到謊言，他們是沒有瑕疵的。3位天使的訊息。然後我看見另一位天使在高空中央飛翔，有永恆的福樂要傳給住在地上的人，就是所有的國家、部落、語言、群體、人民。他高聲說：要敬畏神，把榮耀歸給他，因為他審判的時候到了。要敬拜創造天地海和眾水泉源的那一位。另有第2位天使跟在第1位後面，說：大城巴比倫倒塌了，倒塌了！他曾經叫萬民喝他淫亂的酒，招致神的烈怒。另有第3位天使跟在他們後面，大聲說：誰敬拜怪獸和獸像，並在自己額頭上或手上接受記號，這人就要喝神烈怒的酒，就是摻和在神震怒的杯中沒有摻水的酒。在聖天使和羔羊面前，他將在火與硫磺裏受苦。他的獸形煙不住聲彈，直到永永遠遠。直到永永遠，這些敬拜怪獸和獸像的人，以及任何接受怪獸名字記號的人，都日夜不得安息。既然這樣，遵守神的命令並堅持對耶穌忠心的眾聖徒，就要堅忍。
我又聽見有聲音從天上傳來說：你要寫，從今以後在主裏死去的人有福了。聖靈說：是的，他們將脱離自己的勞苦，得享安息，因為他們所做的工跟隨着他們收割地上的莊稼。我又觀看，看見一片白雲，雲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的，頭戴金冠冕，手拿鋒利的鐮刀。另有一位天使從聖所出來，對坐在雲上的那一位高聲喊道：收割的時候到了，揮動你的鐮刀去收割吧，因為大地的莊稼已經熟了。於是坐在雲上的那一位把鐮刀揮向大地，大地的莊稼就被收割了。另有一位天使從天上的聖所出來，他也拿着一把鋒利的鐮刀。然後另有一位天使從祭壇那裏出來，是有權柄掌管火的。他向那位拿着鋒利鐮刀的天使高聲說：揮動你鋒利的鐮刀吧！揮動你鋒利的鐮刀，收取大地的串串葡萄吧，因為葡萄已經熟了。於是那位天使把鐮刀揮向大地，收取地上的葡萄，掉進神烈怒的巨大榨酒池裏。榨酒池在城外被踩踏，就有血從榨酒池流出來，高至馬的腳趾，有1600個田徑跑長那麼遠。第15章，最後的七災。然後我看見天上有另一異兆，大而奇妙，有7位天使掌管着七災，那是最後的了，因為神的烈怒必會藉着這七災發盡。我又看見一片海，像是夾雜着火的玻璃海，也看見那些戰勝了怪獸、獸像和獸名數字的人，都站在玻璃海上，拿着神的琴。他們唱着神奴僕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，說：主神全能主宰啊，你的作為既偉大又奇妙，萬國之王啊，你的道路既公義又真實。主啊，誰敢不敬畏你，不榮耀你的名呢？因為唯獨你是聖潔的，萬國都將來到在你面前下拜，因為你公義的作為已經彰顯出來了。之後我觀看，那在天上的聖所就是會幕打開了，掌管七災的7位天使從聖所裏出來，身穿潔淨光鮮的麻衣，胸間束着金帶。4個活物之一把7個金碗交給了這7位天使，金碗裏盛滿了活到永永遠遠之神的烈怒，因為神的榮耀和權能。聖所裏就充滿了煙，沒有人能進入聖所，直等到7位天使的七災降完。第16章，神烈怒的7碗。我看見有響亮的聲音從聖所裏傳來，向那7位天使說：去，把神烈怒的7碗傾倒在大地上。第1位天使去了，把碗傾倒在大地上，就有惡毒的膿瘡長在那些有怪獸記號並敬拜獸像的人身上。第2位天使把碗傾倒在海裏，海就變得好像死人的血，海裏一切生物都死了。第3位天使把刀傾倒在江河和眾水源裏，水就變成了血。我聽見掌管眾水的天使說：行在昔在的至聖者啊，你這樣施行了審判，顯出你是公義的，因為他們曾傾倒聖徒和先知的血，所以你也把血給了他們喝，他們罪有應得。我又聽見祭壇有聲音傳來說：是的，主神全能主宰啊，你的審判既真實又公義。第4位天使把碗傾倒在太陽上，太陽就得了能力用火烤人，人被
人被酷熱烤灼，就是族有權掌管這些災禍神的名，並不悔改，不把榮耀歸給他。第五位天使把碗傾倒在怪獸的寶座上，怪獸的王國就黑暗了。人痛苦得不斷咬自己的舌頭，又因為膿瘡的劇痛而褻瀆天上的神，並不為自己所做的悔改。第六位天使把碗傾倒在幼發拉底河上，河水就乾了，要給從日出之處來的眾王準備好道路。然後我看見三個好像青蛙的污靈從魔蛇的口、怪獸的口和那個假先知的口中出來，他們是鬼魔的靈，施行種種神蹟，到普天下眾王那裏去召集他們作戰。這戰爭將會在神全能主宰的大日子發生。看哪，我快要像賊那樣來到，保持警醒的人有福了。他確保自己常有衣服在身，免得赤身行走，讓人看見羞處。於是污靈把眾王召集到一個地方，這地方希伯來話叫哈米吉多頓。第七位天使把碗傾倒在空中，就有響亮的聲音從聖所的寶座上傳出來，完成了。又有閃電、響聲、雷鳴和大地震。自從地上有人以來，沒有發生過這樣強烈的地震。那座大城裂為三段，列國的城也都倒塌了。神就是這樣記得大城巴比倫，把自己烈怒的酒杯給他喝，所有海島盡都逃跑，群山也無處可尋。又有每塊重約一擔的大冰雹從天而降，砸落在眾人身上。由於這冰雹的災害，人就褻瀆神，因為這災害嚴重極了。第17章，騎着怪獸的大妓女。拿着7碗的7位天使之一前來跟我說：你來，我要把坐在眾水之上的大妓女所要受的懲罰指給你看。地上眾王都曾跟他行淫，住在地上的人都喝他淫亂的酒醉了。於是我在聖靈裏由那位天使帶到荒野去，就看見一個婦人騎着朱紅色的怪獸，這怪獸有7頭10鑊，遍體寫滿褻瀆的名號。那婦人穿着紫色和朱紅色的衣服，佩戴着黃金、寶石和珍珠的裝飾，手裏拿着金杯，盛滿了可憎之物和他淫亂的污穢。他額頭上寫着一個名號，這名號是個奧秘，大城巴比倫，地上妓女和可憎之物的母親。我還看見那婦人喝醉了，她喝的是聖徒的血，就是為耶穌作見證之人的血。我看見了她就非常驚訝。天使對我說：你為什麼驚訝呢？我要告訴你，這婦人和騎着她的和乘着他的那隻7頭10個怪獸的奧秘。你看見的怪獸先前在，現今不在，將來要從無底深坑上來，突然然後走向滅亡。住在地上的人，凡自創世以來名字沒有記在生命冊上的人，看見那先前在，現今不在，將來要出現的怪獸，都會驚訝。既然這樣，就要有智慧的心思。7頭就是那婦人所坐的7座山，也就是7個王，5個已經倒下了，一個還在，一個還沒有來到。他來的時候，必須存留片刻。那怪獸先前在，現今不在，就是第8個，也是本於那7個，並且正在走向滅亡。你看見的10隻角就是10個王，他們還沒有得到王權，但是快要跟怪獸一起得到權柄，短暫為王。他們同心合意，把自己的能力和權柄交給怪獸。他們將向羔羊開戰，但羔羊將戰勝他們，因為他是萬主之主、萬王之王。那些與羔羊一起的人是蒙召、蒙揀選和忠心的。天使又對我說：你看見那妓女坐在的眾水，就是眾人民，
群眾國家語言群體，你看見的十隻角和怪獸都將憎恨那妓女，使他荒涼赤裸，還要吃他的肉，用火把他燒掉。因為神把意念放在眾王心裡，要他們實行他的旨意，就是叫他們同心合意，把自己的王權交給怪獸，直到神的話語都成全為止。你看見的那個婦人，就是那座大城，他有王權統治地上眾王。第18章，大城巴比倫倒塌了。之後我看見另一位掌大權柄的天使從天而降，他的榮耀照亮了大地，他用很強的聲音高喊：大城巴比倫倒塌了，倒塌了，成了鬼魔的住處，一切污靈的巢穴，一切污穢雀鳥的巢穴，一切污穢可憎野獸的巢穴。這是因為萬國都喝了他淫亂的酒，招致神的烈怒。地上眾王都曾跟他行淫，地上的商人也因為他的窮奢極慾而發財。我聽見另一個聲音從天上傳來說：我的子民啊，離開他出來吧，免得你們為他犯罪的同夥，免得你們成為他犯罪的同夥，與他一起遭殃。這是因為他罪惡滔天，神記得他的不義，他怎樣待人，你們也要怎樣待他，要按他的行為加倍報應他，用他調酒的杯加倍調給他。他有多炫耀自己，有多窮奢極慾，你們就要給他多大的痛苦哀傷，因為他心裡說：我坐在寶座上為女王，不是寡婦，絕不會經歷哀傷。因此他的災禍在一天之內就要來到，就是死亡、哀傷和饑荒。他還要被火燒掉，因為審判他的主是大有能力的。地上那些與他一同行邪淫、窮奢極慾的君王，看見焚燒他的煙，都將因他而嚎啕痛哭，因為嚎啕痛哭。他們因為害怕他所受的痛苦，就遠遠站着說：這座大城有禍了，有禍了！這強大的巴比倫城，因為一時之間你的審判就來到了。地上的商人都因他而痛哭哀傷，因為再沒有人買他們的貨物。這些貨物就是金銀寶石、珍珠、細麻布、紫色布、絲綢、朱紅色布、各樣香木、各樣象牙製品，以及各樣用貴重木料、銅鐵和大理石製造的物品，還有肉桂、豆蔻、香料、香膏、乳香、葡萄酒、橄欖油、高級麵粉、面子、牛羊馬、四輪馬車和奴隸人口。你心裡貪戀的果品離開你了，一切豪華的享受和華麗的東西都從你那裡消失，再也找不到了。販賣這些貨物靠他發財的商人，因為害怕他所受的痛苦，將遠遠站着痛哭哀傷，說：這座大城有禍了，有禍了！他曾穿着細麻布、紫色和朱紅色的衣服，佩戴着黃金、寶石和珍珠裝飾。可是一時之間，這麼多的財富竟然化為烏有。每個舵手、每個航海的、種水手，以及凡是靠海謀生的人，都遠遠地站着，看見他們看見了焚燒他的煙，就高喊：誰可比這座大城？他們又把塵土撒在頭上，痛哭哀傷地高喊：這座大城有禍了，有禍了！凡是擁有船隊航行海上的人，都因為他的財寶發了財，可是一時之間，他竟然化為烏有。天上的聲音又說：天還有眾聖徒、使徒、先知啊！你們都要因他而歡樂，因為神已經為你們嚴厲地懲罰他。然後一位力量強大的天使舉起一塊大磨石般的石頭，掉進海裡，說：大城巴比倫也將這樣被猛力地掉下去，絕不能再找到了。琴師、樂師、吹笛手、吹號手的聲音，在你那裡絕不能再聽到了。各樣手藝的工匠，在你那裡絕不能再找到了。推磨的聲音，在你那裡絕不能再聽到了。
燈的亮光在你那裏絕不能再照耀了。新娘和新郎的聲音在你那裏絕不能再聽到了。這是因為你的商人是地上的大人物，萬國都被你的邪術欺騙了。先知、聖徒和地上一切被殺者的血，都在這城裏找到了。第19章之後，我聽見天上有響亮的聲音，像是一大群人在高呼說：哈利路亞！救恩、榮耀、權能都屬於我們的神，因為他的審判既真實又公義。那大妓女以淫亂敗壞了大地，神就審判了他，並且為自己的奴僕申冤，討還他手上的血債。他們又一次說：哈利路亞！燒妓女的煙不住升騰，直到永永遠遠。24位長老和4個活物就俯伏敬拜那坐在寶座上的神，說：阿門！哈利路亞！羔羊的婚宴。又有聲音從寶座上傳來說：神所有的奴僕啊，你們這些敬畏他的人，無論卑微尊貴，都要讚美我們的神。然後我聽見有聲音像是大群人在高呼，猶如滔滔大水的軍鳴，猶如隆隆的響雷，說：哈利路亞！因為主我們的神全能主宰已經為王了。我們要歡喜快樂，把榮耀歸給他，因為羔羊的婚期到了，他的新娘自己也準備好了，並且有光鮮潔淨的細麻衣賜給他穿上。這細麻衣就是聖徒的義行。天使對我說：你要寫獲腰赴羔羊婚宴的人，獲腰赴羔羊婚宴的有福了。他又對我說：這些都是神真實的話。我就俯伏在天使腳前拜他，但是他對我說：千萬不要這樣做，我和你以及你那些持守耶穌的見證的弟兄都是同做奴僕的。你要敬拜的是神，要知道耶穌的見證就是聖靈啟示的先知的信息，騎白馬的基督。然後我看見天開了，有一匹白馬出現，騎士稱為忠信真實。他按公義施行審判和作戰，他的眼睛像火焰，頭上戴着許多皇冠，身上寫着一個名字，這名字除了他自己，沒有人知道。他身穿鮮紅浸染了的衣服，他的名稱為神的道。眾天軍騎着白馬，身穿潔白的細麻衣，一直跟隨他。一把利劍從他口中伸出，用來擊殺列國。他將用鐵杖擊毀他們。他在神全能主宰烈怒的揸酒池中端立。他的衣服和大腿上寫着一個名號：萬王之王，萬主之主。我又看見一位天使站在太陽中，向高空中央所有的飛鳥高聲喊道：來吧，聚集在一起，來參加神的大宴席，好讓你們吃君王的肉、將領的肉、力士的肉、馬和騎兵的肉，以及所有人的肉，無論自由人或奴隸，無論卑微尊貴。我看見那隻怪獸和地上眾王，以及他們的眾軍，都聚集在一起，要跟那白馬騎士和他的眾軍作戰。怪獸被捉住了，連同那假先知一起被捉住。假先知曾代表怪獸行種種神蹟，欺騙那些接受怪獸記號和敬拜獸像的人。他們兩個就被活活掉進燒着硫磺的火湖裏。其餘的人都被那白馬騎士口中伸出的劍殺掉。他們的私慾讓所有飛鳥都飽餐了一頓。第20章，捆綁撒旦1000年。我又看見一位天使從天而降，手裏拿着無底深淵的鑰匙和一條大鎖鏈。他抓住了魔蛇，那條古蛇就是魔鬼撒旦，把他捆綁1000年，掉進無底深淵裏，關起來，封上人，使他不能再欺騙列國。等到那1000年期滿之後，他必須被釋放片時。然後我看見一些寶座，有人坐在上面，有審判的權柄賜給他們。
我也看見一些人的亡靈，他們被斬首是因為持守耶穌的見證，也因為神的道。他們沒有敬拜怪獸或獸像，也沒有在額頭上或手上接受怪獸的記號。這些人都活過來，並和基督一起為王1000年。其餘的死人還沒有活過來，要等到那1000年結束。這是第一次復活。在第一次復活有份的人是有福的、聖潔的。第二次的死在他們身上沒有權柄，相反，他們將成為神和基督的祭司，並和基督一起為王1000年。撒旦戰敗，被丟進火湖裏。那1000年期滿，撒旦將被釋放出監牢，他要出來欺騙地上四方的列國，就是歌革和瑪各，召集他們作戰。他們的人數多如海沙，他們上來遍佈大地，圍住了聖徒的軍營，就是那蒙愛的神、蒙愛的城。但是有火從天而降，吞滅了他們。那欺騙他們的魔鬼被掉進硫磺火湖裏，就是怪獸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。他們將晝夜受苦，直到永永遠遠。白色大寶座的審判。我又看見一個白色的大寶座和那位坐在上面的，天地都從他面前逃跑，再沒有容身之處。我又看見死去的人，無論卑微尊貴，都站在寶座前，案卷都展開了，還有另一卷也展開了，就是生命冊。死去的人都根據這些案卷的記錄，按自己的行為受了審判。海交出其中的死人，死亡和陰間也交出其中的死人，每個人都按自己的行為受了審判。死亡和陰間被丟進火湖裏，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。凡是名字沒有記在生命冊上的人，都被掉進火湖裏。第21章，新天新地。然後我看見一個新天新地，因為先前的天地都已經逝去了，海也不再有了。我又看見聖城新耶路撒冷由神從天而降，他已經準備好了，像新郎為自己的丈夫打扮整齊。我看見有響亮的聲音從寶座上傳來說：看啊，神的聖幕在人間，他會與人同住，他們會做他的子民，神會親自與他們同在，做他們的神。他將抹去他們一切的眼淚，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有哀傷、哭號、痛苦，因為先前的事都已經逝去了。坐在寶座上的那一位說：看啊，我現在要把一切都更新。又說：你要寫下來，因為這些話真實可信。他又對我說：都完成了。我是阿爾法，也是歐米迦，我是開始，也是終結。口渴的人，我要把生命泉的水免費送給他。得勝的人將承受這些福分為產業。我會做他的神，他會做我的兒子。至於怯懦、不忠、可憎、殺人、淫亂、行邪術、拜偶像和所有虛假的人，他們承受的那份在燒着硫磺的火湖裏，這是第二次的死。新耶路撒冷拿着7碗，碗裏盛滿最後7災的7位天使說：先是中，有一位走過來跟我說：來，我要把新郎，就是羔羊的妻子，指給你看。我在聖靈裏有那位天使帶到一座又大又高的山上去，他把由神那裏從天而降的聖城新耶路撒冷指給我看。這座城有神的榮耀，城的光輝好像極其貴重的寶石，有像晶瑩的碧玉。它有高大的城牆，有12個城門，門口共有12位天使，門上寫着以色列12支派子民的名字。3個門在城東，3個門在城北，3個門在城南，3個門在城西。城著有12座根基，根基上有羔羊12使徒的名字。
那跟我說話的天使拿咗一根金蘆葦量杆，要丈量城和城牆。城是四方的，長寬都一樣。天使用蘆葦丈量，那城有12000個田徑跑場那麼長，城的長寬高都一樣。天使又量了城牆，牆厚140肘。天使是用人的尺寸，城牆是用鐵石英建造的。城是純淨的金，像純淨的玻璃。城牆的根基用各樣寶石裝飾。第一座根基是鐵石英，第二座是藍寶石，第三座是玉髓，第四座是比賽，第五座是瑪瑙，第六座是紅玉髓，第七座是金黃石，第八座是綠寶石，第九座是托柏石，第十座是綠玉髓，第11座是紅耗石，第12座是紫水晶。12個門是12顆珍珠，每一個門都用一顆珍珠做的。城裏的廣場是純淨的金，像透明的玻璃。我看見城裏沒有聖所，因為主神全能主宰和羔羊是神的聖所。這城不需要日月來照明，因為有神的榮耀照明，而羔羊就是城的燈。列國要照着城的光行走，地上眾王要把他們的榮耀帶到這城來。城門白天絕不關門，在那裏並沒有黑夜。人將會把列國的榮耀和尊貴都帶到這城來。所有不潔淨的、行可憎和虛假之事的人都絕不可進入這城，只有名字記在羔羊生命冊上的人才可以進去。第22章。然後天使把生命水的河指給我看，那條河明亮如水晶，從神和羔羊的寶座那裏流出來，從神的廣場中間流過。河的兩邊有生命樹，結12次果子，每月各結1次果子。樹葉可以醫治萬族，以後再不會有任何咒詛了。神和羔羊的寶座將設在城裏，他的奴僕將侍奉他，也將見到他的面，他的名字將寫在他們額頭上，不再有黑夜了。他們也不再需要燈光和日光，因為主神會光照他們。他們將會為王，直到永永遠遠。耶穌再臨。然後他對我說：這些話是真實可信的。主就是眾先知的靈，就是眾先知靈的神，差遣天使把必快來的事指示給他的眾奴僕。看哪，我快來了。那遵守這書上先知話語的人有福了。我若看，就是聽見又看見這些事的人。我聽見又看見之後，就俯伏在給我指示這些事的天使腳前，要敬拜他。他對我說：千萬不要這樣做。我和你以及你的弟兄眾先知，還有那些遵守這書上話語的人，都是同做奴僕的。你要敬拜的是神。他又對我說：不要把這書上的先知話語封住，因為時候已近。不義的人讓他仍行不義，污穢的人讓他仍舊污穢，行義的人讓他仍舊行義，聖潔的人讓他仍舊聖潔。看哪，我快來了。我帶着補償，我將按每個人的行為施行賞罰。我是阿爾法，也是歐米迦。我是首先的，也是末後的。我是開始，也是終結。洗淨自己袍子的人有福了，他們將有權柄掌管生命樹，也可以從各個城門進入城裏。在城外的則是惡狗，就是那些行邪術、淫亂、殺人、拜偶像以及所有喜歡弄虛作假的人。我耶穌已經差遣我的使者為眾教會向你們證明這些事。我是大衛的根芽和後裔，那明亮的晨星。聖靈和新郎都說來吧，聽見的人也都說來吧，口渴的人都要來，願意的人都要來，免費領受生命的水。
我向所有聽見書上的這些先知話語的人鄭重聲明：如果有人在這些先知話語上加添什麼，神就會把這些書上所記的災害加到他身上。如果有人刪去這卷書先知訊息的書上的話語，神就會從這書上所記的生命樹和聖城中刪去他的那一份。證明這些事的那一位說：是的，我快來了。阿門。主耶穌話：願你來。願主耶穌的恩典與眾人同在。咁今日咧，我就已經咧將全卷嘅啟示錄咧讀咗俾大家聽，希望當到自己又幫到大家去了解聖經。我係一個基督徒，我係羅一鵬 Brian。今日係2026年嘅2月18號。咁如果有任何問題查詢咧，歡迎你隨時俾電話我嘅電話號碼係54803752。多謝，拜拜。